海巡署新竹查缉队甲新北市的警方合作，伫咧新北市的一间工厂查到电子烟弹3万多粒，而且另外还佫有1600公斤的半成品。这寡半成品若是掺伊托米脂，是大约会当做出62万多粒的毒品丧尸烟弹，佮再是会互动落来。 警方强势破门，冲入去抓人，伫内底看到桌仔顶放满电子烟的机器，当场抓到10个嫌犯，而且搁伫现场查到大量的电子烟成品甲半成品。搜出以大陆清洁剂伪装之电子烟油半成品约1600公斤，电子烟弹成品34380克，制造分装机具18台及犯嫌共10人。全案依违反烟害防治法，函送新北市卫生局裁处。 全小组指出，电子烟的半成品，若是加入伊托米脂的毒品，就会变做丧尸烟弹。以现场的数量来看，若是流入市面，会当造成625000粒的毒品，严重危害到社会治安。专案小组研判，烟油半成品若混入伊托米脂，约可制成62万5000颗烟弹，供数十万人吸食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人身安全。 现场搁查到18台机具，相关单位嘛针对这制毒集团的嫌犯，依照违反《危害防治法》第15条规定，重罚1000万。海巡呼吁民众，若是发现海上岸边有不法活动的违法事件，会当卡118通报专线，同齐反毒，避免毒品危害社会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